近年裝修最熱門嘅絕對係奶油風同埋無印風。如果你想你屋企打造一個溫馨同埋放鬆嘅感覺，全屋大面積鋪設木紋地磚，絕對係靈魂所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竹匠阿 King。好多戶主咧去到呢個建材鋪咧，望住木紋磚、實木地板、石塑地板，即刻出現呢個選擇困難症。其實揀地板咧唔可以淨係睇個樣嘅，如果鋪錯咗個材質咧，日後打理起上嚟咧都會好頭痛嘅。今日1分鐘教你點樣揀地板。第一款木紋磚，如果你屋企咧有養貓同埋養狗仔咧，或者咧習慣日日咧用呢個漂白水去拖地，木紋磚咧一定係首選。防水防刮，點樣用都唔會心痛。不過缺點咧就係冬天嘅時候，赤腳踩落去咧會比較冰冷啲，少咗份溫潤感。記住鋪木紋磚咧一定要用同色嘅填縫劑，如果唔係嘅話咧，條黑色罅咧望落去就會好肉酸，完全破壞晒成個木地板嘅效果。第二款實木複合地板，佢保留咗原木嘅天然紋理同埋溫暖嘅腳感，踩落去咧最舒服。但係咧佢就比較貴，怕水浸同埋怕刮花，仲要咧定期去打蠟保養。如果有小朋友成日掟玩具落地下，或者平時移動家私都要就住，就真係要諗諗啦。呢款咧就推薦俾咧追求極致質感又願意花心思保養嘅戶主啦。第三款石塑地板，呢款我諗大家都有聽過啦，絕對係近年嚟性價比之王。佢100%防水防潮，又有呢個微木紋觸感。最正嘅咧就係咧佢可以直接鋪落地板上，幫你慳翻筆清拆費。但係咧要提你，舊地磚本身咧一定咧要夠平整，如果唔係嘅話咧鋪完落去踩落去會有聲，甚至乎咧會翹起。記住裝修咧係冇完美嘅物料，只有最適合你生活習慣嘅選擇。想親自感受一下唔同材料上手嘅感覺，帶埋平面圖嚟我哋屯門嘅展廳同我哋傾下啦。